各位兄弟，午早大家平安。今仔咱透早要唱的诗歌，咱先来练一个吼。第一首125首《你标主耶稣》，咱听琴弹一摆。咱落尾条诗歌是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嘛来唱一摆。有一个前奏吼，4小节爱反复一解转来，佮有4小节哦，所以咱唱第2摆的时阵中爱让一个吼，来听
琴弹。啊，若有带手机啊，请咱关于震动的，也是关机，多谢。我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
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咱三角用主祷文来讲道。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错阮入地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62篇，也就是腓立比书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伫圣神有交易，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
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全能的主宰，阮用诗歌学乐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照所应允，互你的荣耀宝座降临伫阮的中间，带互阮荣耀的毋忘。阮知阮的救主耶稣犹原活着，耶和华上帝伫人类国度掌权，天的万有拢伫你的掌管之中，武汉肺炎的扩散也伫你的掌控之中。天父上帝，你疼人类，你无放杀阮。伫人类面对灾难的时，也就是阮倚靠你、经验你、信仰你的时，互阮的心活转，搁转向你，自卑、反省、互相认罪，愿意悔改，跟对你，搁进一步认捌你，经历你大能，甲你长看关心的疼，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伫世界各国甲百姓，特别是疫情严重所在的人民，因的忧虑惊吓，因的痛苦挣扎，你认捌伊，你嘛了解因，求你的话安慰因，求你的灵甲因同在，互即个疫情早日受到控制消息。那即时，愿同心伫你的圣殿敬拜，永远至圣至善的天父上帝，恳求你即时用你荣耀眷顾阮，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为虔诚敬拜，通得到你的应允，赏赐恩典伫阮逐人的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心来领受圣经上帝所启示的话，咱首先来看启示录21章1节到3节。启示录21章1节到3节。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阁有。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装炭来听候伊的丈夫。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第二位的圣经，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得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以上，愿上帝赐福咱所听见伊的话。
讲道，咱所敬听老刘林牧师伊要传达的信息是：新的天，新的地。亲爱兄弟姊妹，以及伫网络顶面，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阁有一摆的机会，通好做伙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也透过思想上帝话，来加做咱信仰上的反省。伫即个时刻，通有机会来做礼拜，相信拢是一个稳定的时刻。特别可能只有伫台湾的咱，也有机会通享受到即种伫礼拜堂内底做礼拜的机会。伫分享的大声，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有伫过去的日子保守看顾阮众兄弟，你亲自成做阮性命的保护者。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领受你的话，也借着思想你的话语，阮也较无搁较深来认捌你。互阮的众兄弟通伫性命的每一步，拢有你的圣神来引带提醒。恳求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台湾一段时间内底受到即个武汉肺炎的影响，对咱来讲，亲像进入另外一个咱阁需要做伙来适应的新的环境。这今年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经历过上无气氛的受难周。阁上无气氛的国外节，讲是事实上，当咱徛伫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台湾一定算是受到影响较细的国家。有新闻咧报道讲，全球只有6个国家的学生无停课，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根据即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也讲，伊讲至少有3亿的学生受到影响，无法度到伫学校来接受教育。所以咱也通看见咱的教育的环境已经对伫甲老师面对面的即个教学的环境，然后有时阵为着要保护这师生的健康，开始来转变有对伫即个远距离的网络的教学。有安尼的需求，即种大环境的改变，对咱的教育来讲，通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伫咱台湾教会的现况，嘛共款进入另外一个亲像咱通称作是新天新地的改变。咱开始像咱伫教会内面的主日礼拜叫做实体的礼拜，然后咱嘛有网络的礼拜。对着政府即个防范疫情的作为，咱的教会聚会嘛需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咱叫做顺时钟来做应变。伫今日咱所读的启示录嘅21章的前30，伊讲到伫一个新天新地的中间，有一个新的圣城对上帝来降临伫咱的中间，上帝的会幕就临到。迄个中间，上帝的本身也要甲伊的百姓同在。透过经文，其实提醒咱，伫新的敬拜的模式的中间，上帝悠然运行伫咱中间。亲像耶稣伊也所讲过有同款的话，伫马太的18章20节，伊讲：无论什么所在，有2、3人伫我的名组织，我也伫因中间。所以，无论咱的兄弟姊妹伫什么所在，伫做礼拜，相信上帝的灵悠然运行伫咱的中间，互咱无论是参加实体的礼拜，还是网络的礼拜，拢通领受到同一个圣神的感动。总是因为即种新的礼拜的模式的产生，其实对伫咱的教会也产生侪侪无共款的挑战。我想也透过安尼，互咱的兄弟有较侪新的功课需要来学习。如果对伫平常时咱无咧用即个网络直播的教会来讲吼，当咱开始要做
咱其实会发现，这对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来问咱的负责的同工，就知要准备一场的网络礼拜，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度。特别，咱即马可能已经拢习惯看即个高画质的画面，如果即个影像也是讲声音的水准无够，当咱透过网络咧做礼拜的时阵，就可能会因为即个画面也是讲声音的品质无好，来去影响到咱做礼拜的即个专心度。所以讲到即个部分，咱其实来鼓励咱的同工，就是咱伫即个直播的品质，伫因的网站的下面，其实咱无论是伫声音，还是讲画面，慢慢已经调整到有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伫网络的顶面。然后即个实体的礼拜，甲网络的礼拜，咱拢伫咧执行的状况下面，咱开始就要来思考，咱对礼拜的态度是怎样？当咱的主堂开始来限制咱的人数以后，咱可能会发现，你只要较慢来相看，你有可能你就无法度坐伫咱的主堂内面。当然，我拄则嘛讲过，毋管咱的兄弟是坐伫教会二楼的副堂，还是讲咱一楼的副堂，甚至是咱三楼的大教室。上帝的圣神永远拢是运行伫咱的中间，总是毋管咱是坐伫地，咱就拢爱来思考，咱对伫咱的礼拜、主日礼拜，敢有看重？也是讲咱的态度是怎样？特别是网络的礼拜，咱只要手机拍开、电脑拍开，咱就会当开始来参与伫礼拜。所以，如果你参与伫网络的礼拜，然后你搁迟到，这就真正毋知要安怎通讲啊！因为如果你来教会参与伫礼拜，你有可能会因为车伤济，塞车，互你小可较晚来。总是如果是网络的礼拜，应该无有塞车的问题较对。所以无论咱是参与伫倒一种的礼拜形式中间，咱拢需要学习准时来参与伫这个礼拜。网络礼拜其实嘛需要搁较专心来参与，因为无人会看到讲你是伫手机还是电脑的头前，你咧做啥物代志。最近伫网络顶面看到有一间教会，伊安尼咧提醒兄弟，伊讲做网络礼拜时，毋通只有穿内衫裤，毋通只有倒咧，也毋通食物件。如果咱伫教会，咱袂一面做礼拜，一面食早顿。咱伫网络顶面咧参与礼拜的时阵，就要专心学习参与伫即个礼拜的中间，毋通一方面咧做礼拜，一方面也搁咧做咱家己的代志。甚至咱来到教会会穿啥物款的衫裤，就鼓励咱的兄弟，你参与伫网络礼拜中间，嘛是学习。用同款的态度来参与伫网络的礼拜。如果按照咱即几年平均做礼拜的人数，对照咱即马会当坐伫礼拜教会内底咧做礼拜的人数来看，有可能至少要有200个以上的兄弟，即马伫网络顶面甲咱做伙来做礼拜。感谢主，我有咧看过去几个礼拜。遮礼拜影片观看的人数啦吼，大约拢是嘛有250个人以上有咧观看。我的同工有甲我提醒讲有当时吼，即个看即个人数佫无一定准，因为你一台电脑有可能一家伙3-4个人咧看，所以即个有当时即个人数还佫有咱讲加权啦吼，因为你3个人嘛是看一台电脑，一个人嘛是看一台电脑啦吼。所以，即个人数咧算有当时嘛无一定好算。咱咧看透过即个新的礼拜的形态，嘛开始有机会，其实是来检视咱教会的体制是怎样。如果咱伫主日你拍开网络，你嘛会发现，同款有足侪教会透过网络咧放送因的礼拜。所以，当你是一个
有选择，咱讲有选择障碍的人来讲，你可能你会发现选择真济，但是嘛毋知影讲要选择倒一间教会来看。然后有的人就可能开始来比较，一间的教会的画面较好，一间的教会这声音的品质较好，听起来确实伫即个侪选择的中间，咱其实需要来学习的是怎样委身伫家己的教会。只有你家己的教会，我想较是你属灵的归属。所以伫即种无共款形态的聚会中间，咱必须要重新来思考，咱怎样委身伫家己的教会。这犹原是咱需要学习的功课。伫罗马书的12章的第2节，伊讲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得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伫即个世界上，存在着真侪即种消费主义的想法。消费者会有啥物款的想法？消费者去买物件以前，伊会去比较即个物件的价销，然后伊会去比较倒一间店的服务较好，然后较来决定讲伊要选择去倒一间店来消费。但是消费者嘛无一定逐摆拢会去共一间店来消费，伊会看伊的心情。是看伊的意爱来去做出选择，亲像咱即马若要去买一包饼，咱有足侪所在咱选择，咱会当去家乐福，咱会当去大润发，咱去全联，去 7-Eleven， 还是讲全家，你当然要买一包饼，你就有遮尔侪的选择通去。这就是即个世间消费的价值观。咱有时阵。敢无去受到即种观念的影响？你敢有听过讲，在比较讲倒一间教会较够探访？我捌听过一个资深牧者安尼甲我分享，伊讲伊捌拄过一个会友，伊会调故意去甲2间教会讲伊身体无爽快，然后伊去看讲倒一间教会较早来探访伊。保罗提醒咱。无得甲即个世间相款，得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侪网络的现象、世间的价值观，其实一直影响着咱。总是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相信咱的学习，咱毋是要来消费教会，颠倒是学习委身伫咱家己的教会中间。所以，即个委身其实嘛毋是一个口号定定，咱也必须要思考，咱是怎样委身伫咱家己的教会。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互咱不得不去调整咱的聚会的模式，甚至咱的团契也早就已经暂停。当你讨论可能要暂停所有的聚会，是活动的时阵，相信伫即个其中也安尼的想法。就是有的人会惊讲我若万一咱暂停聚会，以后遮个人有可能做歹佫考倒来。毋管即个讨论的中间，我想毋管是啥物款的想法，毋管是继续聚会，还是暂停聚会，虽然想法无看法有可能拢会无共款，总是拢是为着教会通好正常来发展来做设想。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这对伫台湾的教会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是互咱好好来检视咱教会的体制是怎样。无管是伫实体礼拜，也是伫网络的礼拜，咱为着要维持这个礼拜的举行，咱其实需要比平常时佫较侪服侍的同工参与伫这个中间。咱为着要举行即个实体的礼拜，咱透早我想一来，咱就看到有非常侪同工伫咱大门口咧迎接咱，伫遐咧要帮咱量体温，也是讲有个人爱带位，甚至咱伫礼拜后，咱需要去消毒咱的环境。然后咱有3个场地，咱就需要有3组的同工。
然后为着即个网络的礼拜，咱除了原本咱有录音录影的同工，咱也开始有需要替咱将这个影像放送去你网络的同工等等。所以咱除了爱珍惜有即个实体的礼拜通继续来举行，伫即中间为着要维持礼拜，咱也需要愈来愈侪的兄弟参与伫即个礼拜的服侍的内面。伫咱每一个主日咱拢有咧记录咱出席的人数。这也是记录一间教会兄弟参与伫教会的活动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凭据。毋过，常常嘛有人会去批评讲，咱毋通只有咧看教会礼拜的人数成长，也是即个数字，咱嘛要去注重教会中即个质的成长。总是值得咱来思考的是，伫即个中间，敢有上帝的心意伫内底？如果咱对圣经来看，伫民数记的记载中间，以色列人因嘛有做过即种所谓人口的点算。上帝伊吩咐摩西去照伊的家庭、照宗族来数算人额。伫民数记的第1章第3节，伊就记载讲，既然以色列中对20岁以上会出去交战的，你甲阿伦就照因的军队来点算伊。上帝嘛爱摩西去点人数，总是上帝讲爱点遐会出去交战的。即种的点算，则是有意义的点算。所以咱嘛爱搁一摆倒来看，咱点人数的意义是甚物？咱平均有400-500个人伫即间教会咧做礼拜。总是咱爱问的是，其中有偌济人是已经准备好要互上帝来使用的？或者是讲，当上帝要用伊的标准来点算的时阵，咱偌济人是互上帝点算在内？所以最后，就要用保罗先生伫罗马书的12章第1节所讲的，来甲咱正兄弟大家来勉励。保罗先生讲。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圣灵的服侍。邀请咱做伙委身伫咱东门教会，也实际付出咱的行动来服侍上帝，也伫伫中间彼此来服侍，咱大家来祈祷。亲爱的主，当我面对惊吓不安的状况的时，我需要对你来的平安；当我面对新的挑战的时，我需要对你来的智慧；当我搁一摆反省我家己信仰的时，我需要你的圣神时刻来提醒我；也愿我每一位兄弟所奉献的心志。才能以及金钱是通得到你的欢喜，也因带阮逐人会明白，什么是主你所下伫阮逐人生命中善良，互你通欢喜以及成全的旨意。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大家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来吟圣诗175首，新的天，新的地。
特别报答上帝的恩典，咱即时来进行奉献。请坐，即时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六面。周报第六面，第一点，陈文忠牧师要伫4月30日结束伫本教会协助牧师的工作，对5月1日开始，由陈佑成牧师为本教会协助牧师。感谢文忠牧师这段期间的协助，愿上帝施恩赐福，保守文忠牧师甲文忠牧师一家人。第二点，5月1日，也就是拜五，是五一劳动节，咱教会办公室休假1天。第4点，因应疫情，今年母亲节的主日5月10日。庆祝活动暂停，母亲节前礼也暂停发放。第5点，需要2019年奉献证明的兄弟，请伫本日开始到办公室来签收领取。第6点，咱兄弟若用汇款奉献，请会记得敲电话来教会。通知干事来定这个奉献的人名甲奉献的项目，若无一律用邮寄感恩奉献入校，明年也无法度开列这个捐献证明来拄说，咱兄弟敬请来配合。第7点，伫防疫的期间，
咱大礼拜堂即边无有开放停机车，咱兄弟来做礼拜，机车甲汽车拢停伫咱对面社区发展中心，即个停汽车以及即个机车的停车场，咱机车千万毋通甲停伫咱隔壁即个东门停车场的即个门口的人行道，因为即个地主已经有真侪遍来欢迎咱的机车挡着即个因的东门停车场的汽车的出入，请咱会记大家配合。第八点，本教会定伫7月5日的主日第一堂礼拜中，要来举行洗礼甲健身礼。若要接受成人洗礼甲健身礼的兄弟，请伫5月10日至5月24日办公室来报名。6月7日、6月14日参加基要真理课程。6月21日要问道理。幼儿洗礼的，咱要报名到6月21日报名截止。这是咱做伙来读本周的即个金句。阁有这个团契消息对5月份开始，主日学分班有新增加国中查经班，欢迎各中的青少年做伙来参加。要具体交通，本教会士德新兄弟已经伫4月25日举行立念个别礼拜，家属感谢教会牧长中级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家属。以上咱即时来做伙来读咱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咱小等做伙来读2遍。兄弟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伫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志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罗马12章1节到2节，咱做伙来读。兄弟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伫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志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罗马12章1到2节，搁一遍。兄弟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伫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志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罗马12章1到2节。咱即时请咱第2长老刘永祥长老叫咱稳重牧师来出席，咱要敬送稳重牧师礼物。
咱感谢阮着牧师伫这段时间来协助，互咱教会形象通得到真顺遂，咱感谢伊。来介绍，我才有摕到两位第一届来参与伫咱教会中间吼，这是德心的同学啦吼，昨昏做伙伫参与伫即个德心的个别礼拜中间，第一位是即个薛胜奇，咱欢迎伊，咱欢迎胜奇。佫有另外一个是黄子贤，咱嘛欢迎伊。我想伊是因为德心有机会来伫咱的教会中间，这边就是德心长大的教会。我昨天透过在告别礼拜中间，你们写了很多思念德心的话哈。那牧师也邀请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间教会，来认识德心他所长大的地方，这间养育他的教会，欢迎你们两位。佫有拄师傅有报告过，咱昨一定为着德心弟兄来举办即个日暮的个别礼拜，伊的家属囝仔有来咱的教会，咱伊要来感谢咱昨佗有咱的牧中长子朋友对因的关怀。请坐。我介绍一下，伊个有声牧师啦吼，伊对5月1号开始就要正做咱的协助的牧师，伊今日来到咱的中间，咱欢迎伊甲牧师娘。这是咱要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48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起立。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带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去到这个世界，为着主做好的见证，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免。请坐。
彼此用适当的方式来互相来请安。